今日咧係2013年11月6日，咁我哋而家開始咧個 webinar。咁咧啱啱咧就公布咗一啲經濟數據啊，最主要咧就係德國方面啦。咁啊，德國公布咗咧9月份嘅工廠訂單嘅，咁啊經過季調之後咧係3.3%，咁預測咧0.6喎，咁啊比預期好好多啦，預測咧去到11%嘅，咁亦都係比起市場預期為好啦。咁所以咧，咁啊都會有機會咧支持歐元去向上嘅。咁啊特別係啦，咁啊聽日咧就會係呢個歐央行議息啊。咁我哋今日嘅題目都係講翻歐央行對呢個歐元嘅影響啦。咁啊其實歐央行咧即係聽日即係開頭咧都好多市場咧都講緊有冇機會去減息咧。咁啊其實咧都見得到啲經濟數據咧，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去需要去減息啊，因為其實歐洲嘅經濟數據，例如 PMI 嗰啲，其實都企翻喺50樓上啊。咁啊講緊意大利咧都有機會咧喺出年咧就會成為咧就經濟增長，咁所以都未去到需要咁快去減息去支持個經濟啦。所以其實都係暫時聽日嘅預測啦，都係唔會去改變個息口。咁啊亦都英倫銀行亦都聽日議息啦。咁聽日英倫銀行咧亦都係相信咧就係維持個利率不變，亦都唔會去加減呢個買債呢個計劃嘅。咁好啦，咁今個星期咧亦都公布咗一系列嘅 PMI 數據啦。咁啊呢度咧都睇得到啦，啲採購經理指數。咁啊法國嘅 PMI 咧，咁啊其實就係9.1啦，德國嘅51.7啦，咁啊歐盟咧就係51.3，咁啊日本咧去到55.3，咁啊中國咧亦都係51.8咁樣嘅水平啊。咁啊見到大部分咧都係翻50上高啦。咁啊相信啲大家都對呢個即係嚟緊即係第四季嘅經濟增長咧都相對會較為穩定啊。咁啊見得到啲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都相對較為幾好啦。咁我哋睇埋呢個綜合嘅採購經理指數啦，特別係呢個服務業方面啦。咁啊法國咧亦都喺50樓上，咁啊德國咧係翻53.2啦。咁啊歐洲咧係51.9，咁啊印度咧都就差啲啦，因為之前大家都講緊美國收水啊，咁啊搞到印度大跌啦。咁而家就係47.1。咁啊留意翻咧，即係如果有隻炒開黃金嘅朋友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印度咧，咁啊喺年底裏邊咧就有個排燈節嘅。咁排燈節佢哋就係佢哋最中意即係買黃金嘅高峰期嚟嘅。咁啊所以咧其實見得到啦，即係以往嘅金價咧，即係喺年底方面都相對較強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印度咧係黃金最大嘅輸入國啦。咁啊以前係咁，啱啱就俾中國排咗頭嘅啫。咁佢都係叫做排第2噶啦。咁啊今年嘅排燈節嘅買金嘅數量咧，就比以前少咗一半。咁即係一來印度嘅經濟唔係咁理想啦，二來個金價都仲係高企啦。咁啊打壓咗呢個黃金嘅需求啊。咁啊亦都睇得到咧，即係香港運往內地嘅黃金咧亦都少咗喎。咁啊即係黃金之後嘅走勢，咁啊大家諗下啦，即係個需求都喺度減緊咁啊，究竟會唔會有大幅上升住咧？我相信機會都唔係咁大啦。咁好啦，咁啊今個星期亦都公布咗呢個美國工廠訂單嘅。咁美國工廠訂單咧出咗嚟咧，咁啊係8月份嘅，咁啊最後係下跌0.1嘅。咁啊要留意翻啦，即係10月份咧美國嗰個政府咧就局部關閉咗啦。咁啊其實都會影響翻成個就業市場。咁啊一陣都會講一個輕大個，即係星期5美國亦都會出呢個就業嗰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啦。咁啊一陣都會輕大個講一講個就業市場。咁啊今個星期咧亦都澳洲儲備銀行咧就維持咗利率不變喺翻2.5。咁啊都係一個 record low 嚟嘅。咁啊亦都講咗啦，佢個聲明就係澳元咧依然係即係高得不可接受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就澳洲紙咧咁啊佢講完之後下跌咗一輪嘅。咁啊一陣亦都會繼續講翻澳洲紙嗰個走勢啦。咁啊其實長遠嚟講咧，澳洲紙都係會下跌嘅啦。好啦，聽日有啲咩特別數據咧？咁啊睇翻啦。咁聽日咧就有 BOE 嘅英倫銀行議息啦，咁啊 ECB 嘅議息啦，即係歐央行議息啦，同埋美國個 GDP 嘅。咁美國 GDP 咧就講緊第三季啦，第三季咁啊，其實好受呢個美國嗰個政治關門啦，即係美國政府關門所影響啊。
咁啊 forecast 咧就得2% 嘅啫，咁啊之前係2.5，咁啊呢個咧就會佢關門咗16日咧，預期咧就會令到個 GDP 減少0.6左右嘅，咁所以預期都可能係分1.9到2% 嘅經濟增長。咁啊亦都影響啦，咁啊其實最影響嘅就係一啲同美國政府做生意嗰啲咁嘅企業啊，因為即係嗰幾日關門咧，咁啊直頭係冇錢俾啦。咁好啦，咁啊睇翻星期五咧，就即係有機會就會出嘅美國非農業新增職位啦。咁我哋睇翻呢度咧，見得到啦，呢個係2003年至2013年每個月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啦。咁見得到咧，其實係10月份啦。咁我睇翻佢主要啦，因為星期五亦都會出翻10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啦。見得到咧，大部分時間你見到都係紅色嘅。紅色嘅意思咧，即係比起9月份都為之高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啦。藍色咧就係比呢個9月份為低嘅。咁啊，扣除08年啦，大家都知道啦，金融海嘯啦。咁啊，其實咧大部分時間啦，都係比起呢個9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為高嘅。咁其實最主要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11月份咧就係美國嘅感恩節，12月份咧就係美國嗰個聖誕節。呢兩個節日咧係美國嘅傳統消費旺季嚟嘅。一間鋪頭咧，即係佢哋當地嘅鋪頭咧，如果係全年咧係蝕緊錢咧，呢一個月咧可以係將成個鋪頭嘅營業額咧扭虧為盈嘅，即係佢哋大部分接近40%到超過一半嘅盈利咧係嚟自呢兩個月嘅。咁所以咧嗰個招聘人手咧亦都會比較多。咁所以見得到咧，其實大部分時候咧10月份啊、11月啊、12月咧個招聘都會相對較旺啲嘅。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咁但係今次咧就 forecast 即係128000啊。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10月份就關咗門啦。咁啊再加埋嗰個債務上限究竟傾唔傾得掂數咧，咁啊會窒礙咗企業去招聘嗰個意欲嘅。咁所以都會可能咧嗰個數字咧都唔會太過理想。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到嗰一日咧嗰個 forecast 即係都依然再繼續調低嘅咧，咁啊不妨咧可以搏一搏咧，即係嗰個數字唔係低得咁緊要。咁但係咧都唔好諗住咧會好大幅增長。咁呢一幅圖咧就係2012年同埋2013年呢兩年裏邊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啦，見得到咧平均咧都係喺15萬樓下嘅。咁喺10萬樓上啊。咁啊所以其實你話 forecast 係128000啦到12萬份咧，其實好大機會咧會現拉，即係同呢個 forecast 一樣。咁啊對個市場咧有咩衝擊咧，要到時先至再睇得到啦。咁啊暫時嚟講望落去咧，即係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咧，即係同個預期咧應該係差唔多啊。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度之後咧，咁我哋就睇一睇翻啲匯市嘅走勢方面點樣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 MT4 平台啦。我哋咁逐個去睇翻先啦。我哋先睇翻咧 Euro 個價格先啦。咁啊 Euro 方面咧，咁啊 Euro 方面咧見得到啦。咁啊由之前都講過啦，即係1.3840咧，即係有聽我哋都知啦。1.3840咧就係由1.4950，即係11年5月份嗰個高位啊，落到去上年2012年嘅低位，即係7月份嗰陣嘅1.2040嘅反彈嘅0.618嚟嘅。咁啊，所以咧呢個位咧就遇到阻力啦。咁啊1.3840之前就遇到阻力啦。咁啊下跌，咁啊我都之前都講過，第一個目標咧去睇翻1.3450啦。咁啊已經到咗啦1.3450。咁而家咧就做緊個反彈。咁你見得到啦，即係呢個60天移動平均線呢條綠色線啦。咁啊依然仲係向上緊。咁啊但係咧10天同20天線咧已經發生咗個死亡交叉。即係話咧，即係呢個反彈完之後咧，都係揾位去沽噶啦。咁啊，預期咧反彈啦，咁啊可能試翻10天或者20天線咧，去翻1.3550啦，到1.3650啦，呢啲位置咧都係去沽翻 Euro 嘅機會啊。咁啊，所以可以等一等。咁啊，呢度見得到啦，呢度有一個類似左肩嘅物體啦，跟住做咗個頭啦。咁啊，而家咧
就落翻嚟呢度，咁啊有機會做翻個右肩，咁先至會有機會去下跌。咁啊見到60天同埋100天移動平均線咧都繼續向緊上嘅時候咧，咁我哋話佢要即刻去呢一刻大跌咧，除非嗰個沽盤好嚴重啦，咁如果唔係咧，都未必會啦。咁啊見得到啲經濟數據咧都唔係咁差嘅話咧，咁啊歐央行聽日會好決斷咁去減息個機會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大得咁緊要。咁啊所以變咗咧，即係歐元咧要係喺冇一個特別大嘅沽盤推動之下咧，咁啊有機會會有一個小幅嘅反彈，先至再向下跌啦。咁我睇完歐元之後咧，咁我哋睇一睇英鎊方面啊。咁啊，英鎊方面咧，咁啊見得到啦。咁啊，英鎊咧做咗一個類似可能係一個複合嘅雙頂喎。咁啊，見得到呢度做咗一個左肩啦，跟住一個雙頭。咁啊，呢度做緊個右肩。咁一跌穿翻咧1.5910附近嗰啲咁嘅位置咧，呢條頸線啦，咁啊有機會咧先至會有機會向下。咁啊短期嚟講咧，咁啊可以睇一睇翻啦。咁啊上高個阻力就係翻呢一紮橫行區嘅底部啦，1.6153呢啲附近嘅位置。咁我相信亦都係呢邊嘅頂部位置啦。咁我開始會遇到阻力㗎啦。咁啊所以要沽英鎊嘅朋友啦，咁啊可以喺翻去嗰度嘅位置咧，去考慮去沽英鎊。咁啊短期嚟講咧，都仲有機會去反彈住嘅。咁啊一陣睇美匯指數咧，都會見得到，即係美匯指數暫時會遇到個輕微嘅阻力住嘅。咁好啦，咁我哋睇完英鎊之後啦，我哋睇翻即係好多人都會留意嘅澳洲啦。咁啊澳洲方面咧，咁啊之前咧都喺下邊都講過啦，即係有機會咧就反彈咧去翻0.97、0.98。咁啊當然最後咧就都去到0.9750附近嗰啲位置啦。咁啊跌翻落嚟，咁通常咧都會下跌咧，都會有3個浪。咁所以而家咧都係處於一個反彈浪上高嘅。咁啊相信咧，如果係見咗頂嘅話，反彈咧有機會去翻0.96至0.9650嗰啲咁嘅位置嘅，咁啊先至咧再重新再下跌嘅。咁啊短期嚟講都係處於一個反彈浪咯。咁啊見得到呢個60天移動平均線依然都仲係向緊上嚟，咁呢度咧亦都未測試到60天移動平均線。咁嗰個趨勢咧都未係轉弱住，咁啊相信咧就反彈完先至會有機會下跌咯。咁啊要留意啦，即係澳洲整個經濟啦，其實最主要就係靠翻去賣啲銅啊、鐵啊同埋煤啊嗰啲嘅。咁啊見得到啦，中國經濟雖然講緊第三季都有成7.8% 嘅經濟增長，但係睇翻出口相關嘅啦，即係得1.5%。咁其實同以前咧，即係佔咗出口主導型嘅經濟咧，咁已經係大幅萎縮咗啦。咁亦都意味住咧，其實嗰個經濟增長咧，其實中國經濟增長係減慢緊嘅。咁個粗製濫造、粗放型嘅製造業咧，亦都係開始萎縮緊啦。咁啊見得到佢哋嘅咁啊一啲產能過剩啦，李克強都講過，都係堅決要打壓個產能過剩嘅信貸嘅。咁啊代表咧，其實即係去用多啲鐵啊、用多啲煤嘅機會咧，都係相對會較低咗。咁啊令到咧，其實澳洲咧有機會咧長期嘅話咧係處於一個下跌浪啊。咁啊見得到啦，即係澳洲方面咧，做完一個橫行之後咧，咁啊而家都係處於一個下跌嘅周期裏邊嘅。咁啊特別如果我哋再睇遠少少啦，咁啊成個反彈浪咧，其實係已經係行完咗噶啦。咁啊依家就係處於一個下跌周期嘅反彈浪當中，反彈完之後咧，咁啊再跌穿啦。咁如果真係跌得穿咧0.9269啦，呢個20周線嘅低位嘅話咧，咁啊個真正嗰個下跌咧又會重新開始住嘅。咁短期嚟講，仲有機會再彈一彈咁先至再向下跌。咁但係咧就唔 expect 咧會穿翻月咧，即係呢一個高位啦。咁啊0.98呢啲附近嘅位置咧，咁個阻力都非常之大嘅。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即係澳洲咧都係趁高沽啦。即係如果係即係之前早前遲咗，即係喺高位遲咗貨嘅，都要揾一揾位走啦。因為澳洲嗰個整體嘅經濟咧都係會相對較弱啊。咁啊，再特別加埋啦，澳洲央行都講咗啦，即係去年嗰個。佢依然覺得咧，澳洲嗰個幣值咧依然係好高喎，會影響到佢哋嘅經濟復甦。
咁即係話澳洲央行即係澳洲儲備銀行咧都有意願咧去將個澳元去推低嘅，咁所以都係揾位去沽嘅比較嘅數啲嘅，再加埋美元咧有機會會見底嘅，咁所以澳洲咧都係揾位去沽。咁好啦，咁睇完澳洲啦，我哋睇埋呢個都好多人即係去炒嘅dollar yen 啊。咁啊dollar yen方面啦，咁而家咧就做緊98.59啦。咁呢個位置係點樣樣咧？咁啊都要留意翻啦。咁啊見到啲移動平均線咧，見到啲移動平均線咧係缺乏方向嘅，大家都係打橫行。咁啊代表咧依家都係一個 trading range 嘅。咁啊見到咧 CFTC 嗰個美國嘅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裏邊嘅持倉報告啦 ，Cop Report 啦，我哋都睇過啦。咁啊睇淡日元嘅沽盤啊，咁啊已經去到成86%嘅，咁啊依然都係覺得啦，即係日元咧要升穿101啊，升穿呢個103嘅機會唔大，因為太多人睇淡，咁啊就要有機會咧會向下試翻，咁所以都係建議咧，即係如果係揸咗呢個dollar yen嘅朋友咧，都係建議去減持啦，咁啊等翻低位再買，咁啊等幾低咧，咁啊有聽開嘅都知道啦，我哋一路都係等緊呢個60週線嘅，咁啊60週線而家喺邊咧？而家喺93，咁啊所以咧都可以再等一等啦，咁啊等到掂得到60週線嘅時候，跟住去買咧，都仲未遲啊！咁啊，短線嚟講咧，依然都仲係可能係一個橫行格局啦。咁啊，等60週線一路上嚟，又或者咧係有機會係試呢個60週線。咁要留意咧，即係安倍晉三嗰個經濟啊，究竟可唔可以幫得到企業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大家都講緊，喂，日本要減呢個企業稅喎。咁啊，究竟減唔減到咧？咁啊，大家諗下，即係如果減得到企業稅，咁啊，不如冇加銷售稅啦。咁啊，因為政府嗰個財赤都幾嚴重下咁啊，其實佢哋嘅政府即係佢哋嘅稅收咧，只係夠佢哋嘅開支一半嘅啫。咁啊，如果你話再減稅嘅話，咁啊，即係要發多啲債，咁發多啲債嘅，冇好容易就會令到個債息上升嘅。咁啊，再加埋，即係佢哋想做到嘅2% 通脹，本身就已經有機會令到個債息上升。咁啊，所以你話佢要去到部減企業債咧，其實係相對咧，其實較為困難嘅。咁12月份咁啊，安倍晉三會推出第三支箭啊，究竟有冇啲咩新意咧？咁啊，短期嚟講，暫時望落去咧都冇乜特別嘅新意嘅。咁啊，曾經佢講過啦，搞啲咩經濟特區啊，咁啊。即係共產主義唔係一個市場開放嘅，咁搞經濟特區啊，咁啊，日本都係叫一個開放市場，搞一個經濟特區，咁可以有啲乜嘢咧？除非你話收稅嘅啫，收稅咁啊，個個都用翻入去特區去做嘢啦。咁啊，所以其實都有難度嘅。咁啊，另一個咧就係Sony 啦，即係 Sony 咧，咁啊啱啱咧就俾呢個穆迪啦，就將佢嘅評級咧變為垃圾級別啊！咁啊，所以咧咁啊，Sony 已經喺上一年咧俾呢個 Fitch 啦，呢個調降咗評級去到垃圾級別㗎啦，俾惠譽。咁啊，今年咧就俾埋穆迪調翻去個評級去到垃圾級別。咁啊，即係大家諗下，即係安倍晉三成個嗰個經濟學究竟係咪可以幫得到日本經濟啦？咁啊，相對都較難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睇緊啦，即係日本而家好多人咧就係買緊呢個日經指數啊，即係大家講緊睇緊咧呢個安倍經濟學咧係可以救得到日本經濟。咁啊，睇緊呢樣嘢之餘啦，咁啊最多啦 yen 咁啊，當然係要去 hack 佢啦，即係跟住個日元大啲，咁啊令到即係日股賺咗錢，因為日元蝕翻。咁所以咧好多對沖基金啦，其實都係沽緊日元嘅。咁但係如果大家對呢個安倍晉三嗰個成個經濟嗰個理念啦係失望嘅話咧，咁啊沽翻啲日元嘅時候咧，咁啊多啦 yen 有機會夾好倉啊，即係有機會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呢個時候咧，其實都係高危嘅情況嚟嘅，咁啊千祈唔好咁快去揸多啦 yen 住啦，見得到啦。其實
講緊咧都係一浪低於一浪壓咁樣，依家行緊呢個收窄嘅三角形，咁啊其實都已經到好近去到尾聲嘅，咁有機會會向下，咁所以揸咗嘅都建議去走一走避一避先會比較好啲啦。好啦，咁我哋睇埋澳洲 Kiwi 啦，咁啊即係有一樣咧就唔係咁好嘅消息啊，咁啊之前咧都睇好呢個 Aussie Kiwi 啦，我見到 Aussie Kiwi 咧就跌翻落嚟啦，跌到1.1340附近啦，咁啊比起之前想象咧，咁回調得都有少少深喎。咁但係咧，如果係未跌穿1.3，即係如果你會睇翻保力加通道啦，保力加通道，如果睇翻保力加通道嘅話咧，咁啊有機會咧可以去到1.1283呢啲位。咁如果去得到嗰啲位咧，都係買貨。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高位買貨咧，依家都捱緊價。咁暫時咧就未見到呢個回升嘅跡象嘅。咁但係咧，即係見得到呢度究竟係，如果佢係回得咁深嘅話，究竟呢個咧係一個四浪啊，定係已經係開始回升咧？咁啊都要小心留意啦。咁啊，當然個指示位就唔好俾佢穿翻保力加通道底啦。如果穿保力加通道底咧，咁啊依然都係要避一避風險嘅。即係之前所講，即係話可以去買呢個 Aussie Kiwi 咧，咁啊要避一避啊，雖然需要指示啦。咁啊輸咗就要輸咗，唔好坐住太耐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一個 call 啦。咁好啦，咁啊睇完幾隻貨幣之後咧，咁我哋都睇一睇埋啲交叉盤啦。咁我哋睇埋咧呢個 Euro Aussie 啦。咁 Euro Aussie 咧見得到咧，就已經挨近翻保力加通道中軸啦。咁啊有挨住翻保力加通道嘅底部啊。咁我哋睇一睇翻啦，咁啊有冇機會咧係喺呢度咧附近咧揾到底啦，喺啲1.14125附近啦，睇下有冇機會揾到底。如果揾到底嘅話咧，咁啊企得穩嘅話咧，就有機會又作一次反彈。咁啊短期嚟講，咁啊見得到呢度有一嚿左肩啦，呢度有個右肩啊。咁短期嚟講咧，都有機會會有個輕微嘅反彈，然之後先至再次回落嘅。咁要留意翻啦，即係 Euro 已經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嗰個頂咧，其實由去年嘅7月份上到嚟，依家咧，即係你話咁快就已經調整完咧，相信就未都有一段時間要調整啊。咁所以都係趁 Euro 反彈完之後咧，依然係沽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個頂咧就唔止1.38嘅啦。咁但係咧，預期咧即係1.38嘅呢啲位置咧，已經係即係 Euro 已經係見咗頂啦。咁好啦，睇完咧，咁我哋亦都睇翻 Euro 榜。咁 Euro 榜啦，見得到啦。如果睇翻 Weekly 圖嚟計啦，咁其實已經近翻接近保力加通道底部啊，亦都近翻60週線嘅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短期嚟講咧，會有個小嘅 support 嘅。咁啊，有機會咧會進行短期嘅反彈啦。咁啊，見得到亦都穿過保力加通道底。咁啊，接近咧一啲緊要嘅 support 位啦，0.8359呢啲咁嘅位置。咁啊，呢啲位置亦都係一個之前嘅低位啦。咁啊，而家咧亦都係近翻之前嗰啲嘅即係4月份嘅低位嘅。咁所以咧都開始慢慢咧揾到 support 嘅。咁啊，即係話咧個榜咧，即係個升勢咧，即係可能會接近見頂啊。咁啊 Euro 可能仲有機會反彈下。咁啊，所以可以搏翻個 Euro 榜去個反彈啦。咁啊，特別見得到啦。如果我哋加翻啲另外啲技術指標啦，同我哋加個 MACD 落去啦。咁見到 MACD 咧，其實係做緊一個背馳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未有一個升勢出現之前咧，咁啊要留意翻啦。咁啊，究竟會唔會完成咗咧？咁啊，如果升穿咗呢一個頂部啦，0.8465啦，咁啊 Euro 榜咧就會有一個升勢翻嚟㗎。咁好啦，我哋睇翻呢個 Euro Yen 啦。咁 Euro Yen 咧見得到咧，琴日嘅下跌啦，今日就升翻晒上嚟啦。咁即係話 Euro Yen 咧有機會形成一個雙日嘅轉向反彈。咁雙日轉向反彈咧，咁 Euro Yen 有機會先睇翻保力加通道中軸啊，即係20天嘅移動平均線134.02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啊，先睇翻佢有機會反彈啦。只要今晚
只要今晚你收得翻好啲嘅話，咁啊短期嚟講亦都見到啦，即係 Euro 個強勢都喺翻度嘅，因為如果睇翻 Euro 嘅話咧，頭先都講過啦，即係1.3450附近即係個支持咧，就短期嚟講咧，就暫時會支持得到啊，咁啊見得到呢一度咧做咗一嚿橫行區啦，咁啊相信預期咧 Euro 咧都有機會喺呢度做翻一個橫行區，先至再向下跌住嘅。咁我哋睇完 Euro 磅、Euro 磅啊、Euro yen 啊之後啦，我哋都留意翻啦，咁啊，我哋都睇下磅 yen 啊。咁磅 yen 咧就依然喺度挑戰緊個高位咯，所以咧磅 yen 咧暫時都又係要忍忍就唔好沽住啦，咁啊，但係咧見得到咧 MACD 咧喺度背馳緊嘅咯喎，咁即係話佢其實咧係喺度揾緊頂嘅，咁即係隻磅依然係隻磅喺度揾緊頂咯，咁所以都如果係揸磅嘅話咧，都建議唔好再去揸上去，咁啊依然揾翻個位去沽翻磅會比較理想啲啦。咁啊暫時唔好話去睇上去睇太多嘅位置啦。咁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啲咧，咁我哋睇一睇呢個，睇一睇呢個美匯指數啦。咁美匯指數啦，咁我哋睇見到多啦 index 啦。咁啊，今朝咧就呢個 daily commentary 咧，其實都畫咗條線俾大家睇嘅。咁呢條線係咩咧？咁啊，其實咧好簡單嘅咁啊。咁咧就將呢啲低位連埋晒一齊啦，咁樣就頂。咁見得到咧，其實呢一個橫行區咧，由8950啦，到呢個72.68嘅橫行區嘅中間，就正正就係喺翻80.50附近啊。咁亦都係呢啲頂啊、底啊、中間嘅位置咯。咁我哋睇翻近少少嘅話，其實咧就啱啱喺翻呢啲附近啊。咁啊，所以咧咁啊，相信咧。即係美元咧，有機會係其實喺度震盪下，先至有機會向上。呢個由7月份開始嘅下跌咧，咁啊其實係一個 C 浪嘅下跌嚟嘅。咁啊呢度由最低位啦，即係72.64啦，行咗5個浪上升，咁啊1、2啦、1、2啦、3浪啦、4浪啦、5浪上升咧，去到84、45呢啲咁嘅位置咧，就行咗5個浪上升，咁啊跟住就會有個調整浪啊，即係如果係多浪理論嘅話，就會 ABC 浪。咁呢個 ABC 浪咧，個 B 浪咧就突破咗5浪個浪頂啊，咁啊見到 A 浪啦、B 浪啊、C 浪嘅下跌，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下跌咧亦都係有機會接近完成㗎啦。咁啊而家咧即係美匯指數咧就作為一個橫行啦，去整固做底嘅情況。做完個底之後咧，先至會再展開升浪，咁所以要揸美金嘅，其實都可以等一等啦，亦都係頭先睇得到啦，即係 Euro 呢個方面可能有一個反彈，咁然之後先至再下跌啦，咁所以都可以等一等先至去再沽個 Euro 住先嘅。咁啊金方面啊，咁啊金咧，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排燈節咧，其實嗰個效應啦，即係比起之前咧弱咗好多。咁見到金咧，即係個反彈咧，都相對不力嘅。咁但係咧，短期嚟講啦，見到美金有機會回嘅時候咧，隻金依然咧都仲未彈得住嘅，即係都仲有機會再向上彈，甚至又或者最差嘅係橫行嘅情況。咁啊，跟住咧就到美金真係展開升勢咧，咁佢先至有機會再向下。咁始終啦，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幅圖嘅話咧，咁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向上向下啦，即係最緊要睇翻個60週線啦。咁我哋搞翻個60週線嘅時候咧，咁見得到咧60週線咧都相對較遠，咁所以咧短期嚟講咧，隻金咧都可能係處於一個橫行嘅階段啦。咁啊有機會咧等條60週線落到嚟咧，先至有機會再去下跌過㗎啦。咁所以都可以等一等，先至去大概去沽金啦。短線嚟講，做住一啲短炒 trading range 先啦。見到 hit 到保力加通道頂嘅，
咁啊去沽啦，咁啊 hit 到個分就大約就好得，咁啊做住啲短炒，咁啊等一等個市況，咁先至好去沽㗎嘛。咁好啦，睇完咧，咁我哋都睇下油方面。油方面咧，即係有聽開嘅，大家都知道，即係一直都係睇淡油嘅，咁啊特別係81蚊附近嗰度。咁呢一刻咧，咁啊見得到啦，隻油咧落翻嚟92附近咧，其實短線咧都會開始有個小嘅支持㗎啦。因為見得到啦，92咧就係呢啲頂頂底底嚟嘅，咁亦都係橫行區嘅，即係密集區嘅底部啦。咁啊短期嚟講，你要去再下跌住咧，咁啊暫時未有咁嘅可能性住啊。咁啊短線嚟講，我哋再睇啦。咁啊見得到咧隻油啦，已經係即係拋離咗10天線好遠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個Fibonacci 啦，即係黃金分嗰個 retracement 咧，其實咧亦都係跌穿咗50% 嘅啦。咁一跌穿50%啦，咁啊下一個目標當然係90蚊。90蚊6號附近啦，90.59咯。咁嗰度咧，相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嗰度係0.618嚟嘅。咁啊，但係如果佢係未跌穿去到嗰個位，而反彈穿翻50嘅回調位嘅話咧，即係94.70咧，咁啊都要等一等，咁啊有機會咧會再多啲嘅反彈，試翻係10天移動平均線附近啦。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咧，即係有機會咧，即係個油啦，即係開始慢慢飲緊個底喎。咁啊見得到，如果加翻個 RSI 去睇嘅話咧，咁啊隻油咧都開始接近呢個超賣區，咁啊開始部署一個反彈。咁但係呢一個反彈咧，見得到咧，都未有一啲背馳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咁啊其實都係一個輕微嘅反彈，再去向下試嘅。咁但係短期咧，你話去追沽咧，就真係唔係咁建議去追沽隻油啦。咁樣喺高位度沽咗嘅話咧，呢啲位咧都開始要慢慢 take 個 profit 嘅咯噃。咁好啦，咁啊講咗咁多之後咧，我哋我哋又睇翻幅圖啦。咁我哋見得到啦，即係呢個港屋市啦。咁港屋市方面咧，亦都見得到啊，即係嗰個成個趨勢咧，就開始向下褪。即係港屋市咧，就係一個橫行嘅整固嚟嘅。咁啊，之前咧個低位咧即係而家嘅所謂嘅高位咧，其實就係一個阻力位嚟嘅嘛。咁啊，有機會咧就開始就整固完之後再向下試啊。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即係港股市咧，即係嗰個 trading range 咧，褪低個半格啊，喺翻1.7到即係保力加通道嘅1.7咯，同埋1.6668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啊會見到嗰個 trading range 啊。咁啊，所以要炒呢個港股市嘅，咁其實都係睇翻個 trading range 去到睇啦。咁啊要留意翻啦，即係美金強或者美金弱咧，咁啊好睇，其中一個好重要睇嘅係瑞郎咯。咁瑞郎方面咧，見得到啦，即係受制於60天線啦，咁亦都回落翻。咁啊要留意翻啦，瑞郎咧其實咧有機會係做緊一個頭肩底，咁啊有機會咧，即係如果可以有幸咧落得翻喺下邊嘅時候咧，瑞郎都係揾位去買呢個 dollar Swiss 嘅。咁啊如當佢突破咗條頸線咧，即係0.9163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啊 dollar Swiss 有機會就真係見底而升，咁啊美金亦都會到時咧就會去上升啊。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個 dollar Swiss 咧，即係如果係做得到個頭肩底成功嘅話咧，咁啊亦都係代表美金會向上啦。咁美匯指數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一刻即係啱啱遇到個阻力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喺度整固啦、橫行啦，甚至去向下調整嘅，之後先至再向上行翻。咁啊睇翻多啦 can 啦，多啦 can 磅 can 啦，磅 can 方面咧，見到挨住咧60天線咧有一個反彈。咁啊，但係反彈咧見得到，即係 MACD 咧係一路講緊都冇力，
冇力㗎啦。咁所以咧，短期嚟講，如果佢有幸咧去反彈到咧1.6910附近啦，咁啊 MACD 就會再有一個背馳嘅。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去沽呢個榜 can 嘅時候，咁啊，所以都可以再等多少少反彈到咧接近翻之前嗰個高位啦，即係預期可能做一個雙頂嘅時候咧，咁啊或者一個反彈嘅時候咧，咁啊其實可以喺翻1.6910附近咧去沽翻個榜 can 嘅，因為隻榜咧頭先都講過，即係向上行咧，其實個位置就唔多，咁啊都會有機會向下行嘅。咁啊，Dollar Can 方面啊，Dollar Can 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個 Moving Average 嘅話咧，其實咧啲 Moving Average 咧開始有少少咧係向上翹係散開嘅，咁但係呢一刻咧都未confirm得到，要幾時confirm啦？咁啊，Dollar Can 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一個好重要嘅阻力位啊，即係1.06啦，一定要突破。如果突破咗1.06嘅話咧，咁啊 Dollar Can 咧就會開始真正咧就開始向上。咁啊個向上咧個幅度咧都可以去到好遠啊。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如果係突破到1.06呢一紮咁嘅高位嘅時候咧，咁啊量度升幅咧有機會咧上翻去1.11附近咁，所以嗰度都有成400幾點啊。咁啊所以要留意翻，即係間唔中都要開翻幅圖睇一睇個 Dollar Can 咧，有冇機會咧，即係有一支嘅大日破啦。咁今個星期咧，咁啊如果 Dollar Can 都係做到一啲唔錯嘅突破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已經係開始去跟進個 Dollar Can 噶啦。咁如果今個星期真係可以突破翻上個星期嘅高位咧，其實都可以已經係開始接近咧 Dollar Can 要開始向上反彈。咁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咧，其實最緊要啦，即係市場都係觀察緊，即係有兩個重要嘅消息啦。一個咧就係歐洲央行啦，即係聽日嘅議息啦。即係如果你之前都炒緊，究竟即係係咪暗示緊聽日會減息咧？咁啊，所以歐元咧早前咧就先跌咗落嚟啦。咁另一個要好留意睇翻咧，就係星期五嗰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啊。咁所以咧，市場即係外匯方面啦，咁啊，市場咧都處於一個比較係觀望嘅態度，咁啊等一等呢兩個比較重要嘅數據啦，咁樣咁睇下跟住嚟緊嘅經濟會點樣走。咁啊下個星期開始咧，中國咧就會舉行個三中全會啊。咁三中全會咧就會將呢個改革嘅定調啦，記得咧第11屆三中全會咧，咁啊定調1978年嗰陣咧，咁啊鄧小平嗰陣就定調咗呢個改革開放。咁啊，今年咧就到第18屆嘅三中全會啦。咁我會定調一啲即係見得到啦，385個方案啊，可能係實做。咁啊，最主要咧，咁啊，可能講緊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咁啊，最大困難咧，可能都係呢個土地嘅改革啊，同埋呢個中央政府同埋地方政府嗰個權責嗰個分配啊。咁因為咧，其實都好多利益團體去到影響到啊。咁啊，國企可能會拆細啊，又或者分拆啊、私有化呢啲。咁呢個咧都可能可以做得到，但係咧，你話真係要去分配呢個地方同埋中央政府嗰個權責啊、利益啊，同埋呢個土地嘅改革咧，相對都係難嘅。咁啊，中國咧其實已經嚟到呢個所謂嘅中等收入陷阱啦。咁咩叫中等收入陷阱咧？就係咧，當國民嘅收入咧去到咧有成5000蚊到7000蚊美金咯。咁咧就嗰個國家嘅經濟增長咧就開始下滑嘅啦。咁啊，見得到好多地方曾經都試過有一個咁嘅繁榮期啦。咁但係跟住咧就開始下滑。咁所以咧，中國咧即係李克強總理都講過啦，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個改革個紅利啊。咁啊，改革成唔成功啊？咁啊，困難重重啊。咁未來嘅6至9個月啦，其實咧就係中國嗰個十字路口嚟嘅，即係成功同唔成功咧，其實就係呢6至9個月去睇嘅。咁如果呢6至9個月係成功嘅話咧，咁啊中國經濟咧就真係好似領導人所講，即係更上一層樓啊，每年保持一個高嘅經濟增長。咁但係如果呢6至9個月咧，即係
好多啲細則做唔得到出嚟嘅時候咧，咁啊中國經濟咧有機會會下滑嘅，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即係特別係啦，今年啦，即係3月份嗰陣咧，即係周小川講咗，今年嘅 M2 咧，即係嗰個貨幣供應量咧要維持穩定嘅。咁但係咧嗰陣定咗咧係13.5% 嘅 M2 經濟 M2 貨幣增長。咁但係到經過咗7月份嗰個前方，即係6月底7月份嗰個前方之後咧，咁啊中國政府咧開頭咧都想嘗試去收緊翻嗰個嘅貨幣供應，即係收緊翻啲銀根。咁但係去到嗰個前方咧，再加埋中國嘅經濟咧，突然間有少少急速下滑啦，咁啊令到中央政府咧又驚嗰個經濟下滑個勢頭行得特別快啦，所以就重新開啟翻呢個印鈔機嘅。咁啊到今時今刻咧，即係中國嘅 M2 咧去到14.2，咁其實你話經濟增長得7.8，但係 M2 去到14.2嘅話咧，咁啊見到即係印2蚊先至拉得到1蚊個經濟增長，其實都唔係一個太過健康嘅經濟增長。再加埋咧見得到啦，即係中國嗰個投資嗰個喺 GDP 佔嘅比例咧已經去到成52%，咁即係話其實都係靠翻投資帶動。咁啊投資咧又見得到，又係喺翻房地產同埋一啲產能過剩嘅領域裏邊去做啊。咁啊變咗咧，即係依家中國咧就係講緊究竟改革行得快啲啊，定係危機發生得快啲？咁如果危機發生得快啲，咁啊中國嘅經濟失速啊，失業率會上升啊，社會嘅不穩定啊，呢啲嘢咧都會浮現晒出嚟嘅。咁啊對整個經濟咧會非常不利。咁如果改革行得快過危機嘅話咧，咁呢啲危機咧就會被 mask 咗啦，即係會淡化咗啦。咁啊即係經濟會轉型啦，但係喺轉型上高咧，經濟依然係會減慢。咁但係個減慢幅度咧就冇之前所講嘅咁快。咁所以咧都要睇翻未來中國嗰個經濟點走啊。即係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咧第2大嘅經濟體啦。咁啊所以即係三中全會究竟會定到啲咩調咧？即係好似作文寫咗啲咩大綱出嚟啦。咁啊大綱之後咧，究竟個作文個細則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其實都好睇緊未來6至9個月嘅情況啊。咁如果出年咧都搞唔得到嘅話咧，咁啊好大機會咧會出現一啲問題，特別係啦，即係美國有機會咧係出年開始咧會收緊翻嗰個 QE 嘅時候咧，咁啊啲錢咧就會走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對中國個信心減少啊，對日本信心減少，大家一齊撤資嘅時候咧，就會對嗰個經濟衝擊較大啊。咁啊到時咧又會啲錢咧走去邊咧？咁啊又會走翻去美元資產嗰度，咁啊美金又會上升嘅。咁如果以陰謀論計啦，即係美國如果想維持翻嗰個強勢嘅話咧，喺今時今刻有機會出嚟挑戰咧就人民幣嘅。咁如果佢再美元繼續走弱嘅話咧，咁樣即係會助長咗人民幣去取代佢嗰個地位啦。好啦，今個星期咧就都講咗好多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嘅問題啊，想問啊，咁啊都可以問一問啊。好啊，咁如果冇嘅咧，咁我哋星期五啦就會即係去睇下究竟聽日會發生嘅歐洲央行啊，究竟會唔會去減息啦？同埋星期五我哋去睇一睇呢個美國嘅非農業新增職位究竟對呢個美元有咩影響啊？好啦，今日咧嗰個 webinar 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星期五再見啦，好，拜拜。